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玉天。哇，今晡日喺節目當中了解來賓吼，我期待佢新嘅專輯當橋咧，總算等到佢來到節目當中吼。最近就會發行佢嘅實體嘅專輯了，你細細來分享創作歌手陳正宏歐比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神棍樂團嘅主創陳正宏。哇，歡迎你！你係陳正宏是直接就係喊佢歐比王，你係佢哋音樂界嘅稱號嗬。今日真嘅當歡迎你，因為當橋冇看到你啊嗬。韓國電影音樂未定當橋，我記得上擺係啱嘅來講係2012年嗬萬佛朝宗嘅專輯，呢一擺係像神一樣的存在，因為按嘅名啊，每本人提到講，係有新嘅創意，我本大家看到係嘛？就是我們這張專輯，就是一直想強調，把我們塑造成一個神一樣的存在的形象，就是包括音樂上啊，然後想傳達的理念，我們都希望就是可以帶給大家一種類似於在傳達一種宗教的感覺。哦，對，你係講呢種係洗滌人心啊？對，洗滌。真嘅係用嘅。係。哦，咁佢呢專輯地圖，我當然我要談。哇，我一到講，你當然要，你到當到嘅想法的地圖啊，嚇。咁佢本大家定研究，差唔多定2年，到底係用乜嘢？因為我們可能是自己對這個音樂上的要求比較多，而且過去幾年我就是有在開樂器行啊，然後就是有點分身乏術這樣，所以在創作方面進度比較慢。然後後來是就是終於剛好也是因為一些原因把這個店轉給別人，然後再專心回來自己創作自己的音樂，對，所以花比較久的時間這樣。其實講來用吼，愛做一屆創作家吼，你一說講愛做一屆做藝術的人吼，其實當到時間係咩？愛需要有老自家相處，愛沉澱那樣嘅。係，其實你咪做爸爸嘅吼，韓國真正有自家做頭家，愛管理店，韓國愛管理員工，冇買自家嘅時間來寫東西吧？對，就是因為原本的想法是說，我假如開一家店，然後因為其實也是做跟音樂教學啊，然後錄音有關的事業，但是其實真正投入之後，你會發現，其實所有時間都花在管理這家店、經營這家店，反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做創作，對，所以就有點本末倒置，有衝突了，對。所以是決定平態專心來做音樂。走。哇，你要做音樂，其實我就都冇簡單嚟講，你們真是有一種豁出去的感覺，因為記得為了做音樂哈，除了團員自家出錢，還會貸款來做音樂。對。哦，大家所有的團員是很。因為大家其實組這個團也一陣子，大家就是向心力還蠻夠的。對，那。我們其實有過去幾年就是有存了一筆團費，就是拿來做這張專輯。但是，其實我們當然對這張專輯或是音樂上的要求都比較高，所以就是會，比如說 MV 啊、服裝，我們都還是需要再去跟銀行貸款才有辦法。對，所以就大家。就同在一條船上，就一起分擔這個，對。就應該愛做一件事情，愛做好，你是全面股去做，是全力去做哈。好，今日講到因為從新強用嘅身材哈，一種專輯地圖加講到，可能有些程度你都對你係社會上來講嘅話，你都看到嘅事情，聽講你都有音樂講出來哈。你地圖韓國要用當到冇強用嘅曲風，因為做音樂肯定係愛進到音樂地圖來講嘛哈。就係當大家先小可了解一下，地圖你做得談到用扮演嘅音樂嘅元素。那音樂元素方面，我們像我們前一張專輯或是流浪的客語專輯，就是我們用客家的音樂元素跟流行或者搖滾這樣結合。那這一張就是除了客語啊、北管以外，我們還有蒙古的曲風，然後有一點西藏的曲風，還有
印度的一些融合音乐啊、数字摇滚啊，甚至我们也尝试民谣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我们的音乐，然后所以就这张非常多元哦，对，还有饶舌，对，饶舌，嘿，因为一看到俩标题神一样的存在，哇，那是会知道讲，神棍乐团神一样的存在，该到底你都系神棍也系新嘞，了解。其实动奇妙，这就会有一个撞击的化学变化。我想可能你的按两秒也是有特别的思考哦哈。不过你刚才讲到吼，有宗教的意味，因为我一堂音乐时间，我就有请到佛教音乐的元素的地度。对，因为我们在刚创这个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比如说因为客家的关系，我就加入唢呐。那唢呐加进去，你会发现，其实好像跟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道教庙会的阵头的音乐也很有那个感觉，对，很东方的感觉，对，所以很自然就会有一些宗教的元素慢慢加进来，对，所以是除了民族风以外，还有我们宗教的一些元素，就我们除了就是因为神棍这个词，就是其实它有一点负面含义，对，那我们就是把我们想要讨论或是批判的一些人事物，有人会当成他们是宗教是神，但是我们可能另外的角度会觉得他是神棍。哦，系安用音哦，都有意思啊哈。当然差不多係9年時間會發行實體嘅陣時嘛哈。大家拿到陣時嘅時間，就得好好探看啊，到底幾多講乜嘅。當然現場吼，你主創本人來到咧咧，當然要好好搶講嘅哈。第個正行。一路來你唱歌，你的 vocal 是蠻特別的。香港因為加到你講搖滾精神，香港也唱腔地路，又溫柔誒，那個大家很 surprise， 印象深刻是有那種嘶吼的，又係講好兩個用動衝誒，嗰種嘅感覺。再同大家示範一下哈，譬如講你地圖貼片有用動到所謂嘅蒙古的唱腔，蒙古的喉音。蒙古喉音就是它的名字叫呼麦，对，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像我们一般讲话或者唱歌，就是发出一个声音，但是它可以同时发出2个或2个以上的声音。红线来示范一下，本台家谈呀，呼麦。好，它大概有2个唱法，那我简单就是分为低的跟高的。那低的大概是这样。蒙曼尼的呀，蒙曼的呀，蒙曼尼的呀，蒙曼的呀，蒙曼尼的呀，蒙曼的呀，蒙曼尼的呀，蒙。哦，用后两个会动甜吗？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会，就是你会还抓不到那个发声的部位，但它其实跟讲话或者一般唱歌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你找到正确的位置之后，它是很轻松。哦，所以动腔松。对，它是要放松才有办法唱出那个低音。哦，所以你讲不用腔松的时间，你找到一个发声位置，然后当你声带震动，你可能找到一个定点，像安妮利亚广播重构腔用，去动时间是白样也上。你讲那个唐你也上地图，在低频里面好像。还有不同的频率出现呢。对，它就是第一个我们发声就是用声带嘛，对，那它除了声带以外，它同时就是震动你喉咙的肉，对，所以它会有比声带再低8度的一个音，对，同时会有2个音。所以安用音其实没还运用到泛音的概念，对，好高低8度一样的音高，只是真是差了1个8度安用音。哇，你今日係欧比王教学时间哦，刚讲较高的呢。高的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对我，假如大家那个观众又兴起啊，对观众想要学一下，我可以教大家。对，那个 Rita 可以跟我学，好，那你练一下。对，好，就是首先你要发的音，对，然后你把口腔是一个想象是一个腔体嘛，然后你。把你的舌头就是顶在上颚，让它在这个口腔里面隔出一个空间，所以你会有2个空间，然后你发的声音，然后你就会假如你位置
正确的话，你会听到比较高有一点泛音，对，然后你在前后移动你的舌头，它就会有音高的变化。好，我来示范一下。好，对，往哪有吗？对，试试看。有一点。哦。对你想办法再就是多用一点鼻音，它会更明显。喺咩音樂下高調下唱？對。我蠻唱。對，這要練比較久，我這個部分我也是練很久。不過山媽舌頭又蠻放鬆的，對不對？對，就不管是高的低的，它整個唱的過程都是輕鬆的。都好高哎！對，可以回家練一下。本大家又學到了，我聽講佢連講嘢樣又厲害嘅功力。對，就是像練樂器一樣嘛，你就要練那個熟悉跟穩定度這樣。你係其中一種啊，哈！該專業地圖未加入咧，佢係三個，佢係三個啦。你平常時彈係冇強用，還有點時間來示範幾句，好。好，那大家應該有聽過平板嘛？有。對，那我就是把平板就是的旋律稍微改一下，就是用我們的自己的方式。先從三個。對，那我唱一小段。山高流來衝啊，自古流來傳啊，恩典流來看啊，天堂流來淌啊。好，冇強用嘅平板啊，哈，用你自家嘅教音樂長春自家嚟上哈，當然大家都好去講，呢一種專輯到底要按到乜嘅性別嘅內容，韓國呢當特殊嘅內容呢，等下到陣來繼續同大家分享哦。本大家企出來談新滾樂團見到最新嘅音樂，新強用嘅身材哈，你係主唱老團長歐比王陳景鴻，喺節目當中再次來分享。大家好，主持人好。今日呢，看到你啊，就想到最早看到你同也看到你哈，還係前後生冇買邊，看到 MV 還係強用親熱血哈。所以下一東西開始有點冇強用咧。對，這一張大家剛剛有看到 MV，對，其實我用了蠻多網絡上的用語跟議題，對，那當然包括就是我們常
会在新闻上面看到，比如说网络上的霸凌啊，或是抄袭啊之类的，比较因为社群网站兴起的关系出现的一些现象。那我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批判这些事情，那希望大家可以回归一个比较人性内心初衷的一个方向，这样。初衷的方向，你的意思讲，变得较平凡。对，就是人性为善的这个出发点。哦，对。你就谈到，因为熟识你的本人哈，到你讲话，知道你有当到的想法，不过你讲话是咁顺顺呢，所以温柔。好，咁係因為做爸爸以後變到安樣。有也有啦。很難温柔，不過你嘅音樂地圖其實有係切接嘅，好，也係講還有力圖嘅東西，喺你嘅音樂當中表現。用音感又講到其實蠻反差的。對，其實認識我的人跟知道我做這樣的音樂的人都，大家都知道我就是會有就這樣的反差，對，就音樂上的態度會比較豐富，對，批判性，但是本人就是講話比較 peace， 對。你有講到無論係本大家來是不是哈來審判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現象，也係講你想講嘅，希望大家回歸到單純哈，用善良嘅方式對待別人哈。我哋講就你自家你講，你點樣路當，你咪做個選民，你個理下你講你改革咧係嘛？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成長啦，對，因為每個人像自己年紀也不算小的，對，就是過去可能在網絡上就是會跟人家瞎起哄啊，就是當一個鄉民這樣，然後看熱鬧之類的。但是我覺得跟之前就是自己開店也有關係，對，那你從一個一般人就轉換身份到當一個老闆，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就會開始不一樣，對，那一直到現在就是當了爸爸，有了家庭。對，那你從一個比較成熟，或是從一個另外一個年紀、另外一個世代去看現在的年輕人，或是你以前經歷過那些事情，我覺得角度都會不一樣。係用很高的構圖去看，也係講變到辭采、寬容咧。我覺得都有了，不一定說比較高，但是就是看得比較多、比較廣。所以看到更多事情不會很容易就激起你心裡的那個浪花。所以剛才講到你專輯地圖哈，神一樣的存在。頭先沒有講到，希望大本大家合法的時呀，去看青島的事情咯。第二地圖特別講到有青島宗教的立場，也係宗教語言、音樂元素的地圖。你本身敢有乜個特別的立場？對，我沒有信任何的宗教，不過我對因為也是玩這個樂團的關係，就是對宗教就是會比較有多一點觀察跟興趣，對。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大部分接觸到的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對。那當然你也會看到很多人就是把宗教或是一些其他的想法、意識形態，當做一種宗教在經營，那它變成一種類似宗教領袖，那這個人就他做的事情，他善不善良，或者他的出發點就會改變。有點廢態嘞，係嗎？對，改變那些追隨他的人的想法，那有的會往好的，有的會往壞的。對，那我覺得就是取決於這個人。所以你都係音嘛，嗬。係啊，剛剛講到剛才你形容嘅安樣音，我知道讓你係專輯嘅封面很 match，因為我有問講到底兩頭嘅係聲也係音呢？你知道佢係聲也係音，你專輯封面到底佢係聲也係音呢？其實佢是係音去做嘅，你都講你當到你自己嘅想法，唔定看佢知道佢係乜解，你看音樂咪好，你彈到你嘅音樂，你講出你想要講嘅，不過你彈到佢係難去做，你係當sense嘅。好，同大家好好介紹一下，你封面硬係設計。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跟设计师还有那时候 MV 的导演，就是一起讨论出这样，大概要做一个这样的形象。它其实是一个我们都说它是假神，对，就是一个假的神，但是它用了一些比如说类似我们观音的一些元素跟造型，让它看起来就是像神又不是像神，对，那就是这也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可能平常追随的一些意见领袖或是宗教领袖，可能你就是觉得他是神，他做了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但是他也许他脱下他的外衣，或者他剥下他的面具另一面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有另外一些用意，对，这是我们就是这个封面跟 MV 想要表达的事情。一生气啊，讲来讲去，你声音啊，就是有一句话说啊，我们都是罪人，懂吗？嘿啊，所以那种专辑地图哈，又当到做得帮大家思考诶，所以你要做音乐，家讲到音乐风格。好，元素都丰富。韩国呢，你地图概念的想法就是它整个意识形态所塑造这个专辑的意象，每一本大家都强烈的感觉。对。当然，李下呢，大家还蛮纳豆实体的专辑吧哈。如果你地图的歌曲呢，神一样的存在是有强名歌曲。对。好，系所有的歌曲摆伫最美的，做埋爱用音摆。其实这有一点突破性的做法，对，一开始我们也是认为这首歌可能要摆个第一首或第二首，对，但是把10首歌放出来之后顺序排好，然后就反复听过很多次之后，发现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会比较有点压迫感，对，就是在音乐上或是歌词上，它是比较有点压迫感的。所以也是一方面是考量到听众的一些收听的习惯，所以我想说就摆在最后一首好了，压轴。对，然后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大家可能会看到歌曲的排列顺序，发现怎么它会摆在最后一首？那吸引大家把这张专辑一首一首听完。有意思哦，哈。所以你係啲音樂季嘅編排地圖，你係一個考試，也是一個考試哈。那其實啲貴種專輯地圖，其實應該一堂嘅是提條歌曲一兩表嘛，哈。按到完善，完善，我還蠻拿到歌詞，我是單強啊氣氛，我喜歡先聽音樂，再看歌詞，再聽。因為像個人走在也係。好，高度音的生命的意義啊，哈，對，你要不用提一條歌曲，好突破大家生命的界限，係嘛？對，其實這一首歌原本跟神一樣存在，但它的順序是顛倒的，對，那因為也是剛剛講到，我們希望就是比較貼近一下大眾聽覺的一個習慣，所以就把這首《完善》就是擺在第一首，對，因為它。我們剛剛有提到，我們這張專輯有用了很多民族風的元素、宗教，那其實它的算集大成都在這首歌，它都用在這首歌上。對，所以第一條是本大家談到了專輯地圖的元素。對，我們就這一張就是這麼遼闊、視野這麼大、元素很豐富的感覺，就放在第一首。好，有一種豁出去的感覺，是唱的。好，大家都好奇哈，到底楊班英的心、楊班英的生活，韓國今後來的節目當中哈，等下還有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分享哦。你唔好差，繼續轉到節目當中來。大家轉到歡喜來嚟見本意嘅裏邊新滾樂團嘅主唱團咗歐比王親近行哦，帶來幾條新嘅作品，新強勇嘅選材，談到了名是叫做韓沙皮歐比王，真係懂沙皮嘅係冇？懂沙皮，了名以前有起到不假思索嘛，也係講為想一下。我覺得
玩乐团可能就需要一点特色啦。哦，对，那时候就想说，当然一个团名就是要响亮嘛，对，大家一听就记得住，所以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对，虽然它有一点负面的。新滚哦，不，像因为便宜啊，还没便宜呢，新滚。对。人家新的专辑有神一样的存在哦，所以希望本大家耳目一新。好，有等难求嘛哈。刚刚係來唱教咯，你要做大音樂，本人愛問你的唱教，我比話你心感度也講，你目前為止談到了像神一樣存在在你生命當中的音樂人。從中音黑馬莎，我覺得大概有幾位啦，從小到大，因為每個時期聽的不一樣。對，像我小時候就聽張雨生，對，一直到對高中吧，對他過世這樣，然後後來高中國中聽 Michael Jackson， 哇，對，然後高中 Beatles， 對，到算年紀比較大一點，開始聽羅大佑。對，那這幾位大概都是我心目中就是神一樣存在的人。哇，都蠻有搖滾精神的。對。好，除了音樂風嘅音樂，他們在做的事情。對，想法上都是很搖滾。係意見起哈。對。咁你自己對搖滾的定義係乜嘅？哇，這個你覺得什麼是搖滾？因為你講如果是談音樂搖滾可能它就是一個樂風，可能佢頭擺慢慢從藍調咁樣過來。咁對你來講，你剛剛說搖滾的精神，他們都很搖滾，嘛係搖滾。搖滾，剛 Rita 講是曲風，對，那對我來說就是它是可以一種曲風或是形式，對，那它更可以是一種精神或者想法，就比如說 Bob Dylan 好了，他其實很多的時候是唱民謠，對，但是他的歌詞卻是很直擊人心的，我覺得那就是一種搖滾，所以我覺得真誠啊，講出你想說的話，可以擊中到人心，我覺得那就是一種搖滾。係呢，所以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對。所以你哋創作的世界哈，乜嘅世界本取得很多創作的養分，也係講乜嘅事情本請到的靈感。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就是創作量比較豐富，或是刺激比較多的時候，大概就是我。大概剛開始玩神棍這段時間，那讀開始，是在大概也是2006左右，2006到發第一張專輯這個時間，對，那時候也是我算開始聽羅大佑的那個時間，然後因為同時間也開始觀察很多因為我還蠻喜歡關注時事啊、歷史故事的，所以就是自己開始對社會啊、歷史有自己的一番解讀，對，然後所以大致上的養分都是從這方面來的，對，社會觀察。所以你知道創作最多係咧交樂團出去，後來呢，你係咁咪前無限，因為又當到冇強用的角色。對，如何在這個忙碌的生活當中走得新田之家，還走得出專輯？我覺得，因為現在就是對，就是角色也比較多，然後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像過去我剛剛講那段時間一樣，就是可以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留給自己去沉澱這樣。所以我覺得第一個當然你要把握時間啦，就是。要很理性的，就是把事情能夠切開，什麼分給小孩啊，分給工作，然後什麼是自己的。對，那我覺得重點是你要去生活，對，因為我覺得畢竟我們是創作者，我們是藝術家，對，我們所有的養分，所有的來源都是從我們自己的觀察。對，刺激啊，環境，所以你要把你的
敏锐度在提高，把身体的细胞都打开，去对接收到很多不一样的讯息，对，它都是你创作的养分，这样。冇简单哈，题目撼动中撼走的造神运动来一番啊！那像最头前是讲到，除了一種專業嘅發展到嘅事件，又係講創作嘅歌寫好，到發行嘅時節冇滿20個，重新大翻盤。對。又係講大家窮下來台灣出錢出力，窮下來做行業都係音樂哈。真的很辛苦嗎？對，因為其實像我們樂團，大部分的人他都不是音樂背景，對，其實我們念書的時候可能都是比如說我念理工的啊，或是其他的，對，那其實大家假如不選擇音樂這條路，其實應該都還蠻穩定的。現在，對，那當然就是秉持着對音樂的一份熱愛啊，對一個理想，大家喜歡音樂，喜歡創作，喜歡表演，喜歡演出，對，那大家就做這樣的選擇，對，我覺得都有失有得。好，唐怡呢應該是蠻甘甜，可你都以參加表演啊，大家非常享受在舞台上。對，當時都達得嘞哈，都有假期，會一直搖滾下去嗎？會。對。那種陣時咪大家呢下談到嗬，非常喜歡一個對佢哋進行嘅所謂的搖滾精神，當時會記起一下哈。其實你哋呢下咪當地進行募資的計劃。對。昨天有滿意的記起。我們差不多，大家看到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們這個募資活動就應該差不多在進行了。對，那我們會有一些，比如說我們實體專輯的募資，然後跟周邊商品。對，那可能會有一些毛巾啊，或是福令之類，因為我們有一些貼紙，就是做得很像福令。對，就是很多有趣的周邊產品，可以大家關注一下我們這個募資的活動，對，我們很需要這個大家的支持，讓我們可以這張可以繼續走下去。係啊，當然你喺做嘅時節，大家是咪好去講？你哋準備發行咧，咁未來能去種下一種咁有啲嘅心肝度醞釀。有，對，下一張預計會做一張全客家的專輯，對，那。因為像我們上一張《萬佛朝宗》跟這一張《神一樣存在》，就是是部分客家的元素。那我覺得好像就是到了一個時間，我該做一張客語的對全創作的專輯。對，好，大家非常的期待哈。謝謝。剛才正好有講到，記得有的周邊商品哈是有一些趣味性的。其實到呢種專輯，大家會談到新疆嘅酸菜，當然你家談到當到老宗教啦、社會跟菜有關係啦。不過其實整個運動當中，湘西也不見得要這麼嚴肅。你肯定做得用下輕鬆嘅。如果木主去看，香港因為發覺講地圖當到係巧思，好，所以希望本大家好像在生命當中有個出口，也係講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共鳴。對。我今日有跟你有啲啲有共鳴嘅。咁當然呢種專輯做得呢下啲節目當中同大家介紹，正好美國要當到去感謝你，我想，準備半夜來好好感謝一下，好嗎？好，當然首先我覺得要感謝。我們包括我自己，就是的家人啊、父母，對，因為其實大家就是從事音樂這一行，其實都不太容易，對，那一定要很多家人或是老婆、女朋友或是爸媽的體諒，大家去分擔一些比如說幫忙帶小孩啊，對之類的時間，對，那我覺得當然一定要感謝對大家的家人，對。那再來就是我覺得要感謝我們團員，對，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做音樂這個想法都比較自私一點，對，就是那我會說服團員，就是一起去做我規劃好的事情，那大家都還蠻志同道合的，對，然後大家
也蛮能够体谅的，所以我觉得团员对，要感谢啦。对，好，你刚刚讲的是动重要因呐，哈，我想应该在专辑的篇幅会有很多要感谢啦，无论是这个支持你们音乐的啦，啊，录音师啦、化妆师等等啊，请动音嘛，哈。那刚才唐基讲的时候，他真的蛮会做造神运动，他就是乐团的精神领袖。再一次恭喜你出新的专辑，没祝福音乐之路继续摇滚下去，好。感謝我比話，今日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哦，大家共下來支持用心嘅音樂，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你線上來做認同了，上來了。